李公公，扶着他。龙小弟、朱哥哥，你们千万不要动手啊！不管你们谁杀了谁，我都受不了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！ 二师傅，这花枝跟柳枝也能当武器啊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中原武术博大精深，炼至最高境界，飞花摘叶都可伤人。皇上，龙小弟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愿意舍身救人。朱哥哥，你答应过我，你不会伤害龙小弟的。我并没有想要杀他，我以为你落在他的手里，所以在这花叶上下了毒，想让他受伤中毒，不得不放了你。那现在解药呢？只要他放我们平安离开，我自会交出解药。你没事儿？朕穿了你给的金蚕背心。一欢，你之前去哪儿了？我们都快担心死你了。我之前出宫了一趟，遇到了樊姐姐，我才知道你们在宫里有危险。我这次回来是跟你们同生共死的。大师兄，左额图不见了。一欢，你不该回来的。康熙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我们逃不出去了。龙小弟，你真的要把我们全都杀了吗？太皇太后下了懿旨，要将你们这些反党一网打尽。好，我不求你放了我们，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：杀了我，亲手杀了我。皇上！李公公，扶着他，扶着！别白费功夫了，你们逃不出去的。朱思轩、李易欢、雪倾城，尔等已是笼中困兽，不要再负隅顽抗了。若是你们肯归降于朕，朕保证既往不咎。皇上，还是让奴才把这帮朱明联盟的余孽全部拿下吧。退下。这。 朱慈轩、李易欢、雪倾城，你们都听好了。你们虽然是前明的余孽，但是你们屡次救了朕的性命。如果朕现在就杀了你们，你们一定会认为朕是一个无情无义、残忍嗜杀的暴君。所以，朕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。龙小弟，你是说你要放了我们吗？如果你们觉得朕是一个好皇帝， 能够造福百姓，那朕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，辅佐朕，打造一个太平盛世。如果你们不愿意留下来，那朕也会放你们归去。玄烨，今日你假作大度的放了我们，不过是想兵不血刃的瓦解我们朱明联盟，然后再逐个剿灭我们。朱思轩，你不要曲解了朕的一番苦心。你若是执迷不悟的话， 只怕是江山未复身先死。你们要是不想留下，那朕可以放你们出宫。但是出了宫门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就再也不是朕的朋友。
而是我大清的敌人。玄烨，今日你放了我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你不是说过吗？说朕胸怀宽广，能容常人之不能容。朕和你一样，恩怨分明。你们屡次救过朕的性命，朕受了你们的恩惠，放你们出宫，也算是还了这份情谊。朱哥哥，李公公中了你的毒液镖，把解药分他一份吧，不要滥杀无辜。好。皇上，您受伤了没有？这药奴才先试试，如果有效果的话，奴才就给您留着。朕没事，朕有金蚕背心。李德福，你刚刚肯挺身救朕，也不枉朕赦了你2次大罪。奴才誓死效忠皇上。所图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放李欢、朱慈轩、雪倾城3人出宫，3日之内不得追捕。3日之后，他们就是朕的敌人，一经发现，立即捕杀，绝不留情。奴才遵旨。你们听到了吗？放他们出宫。现在是走是留？一环，跟我走吧。穿雨中的他，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都下去吧。上的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皇上，你可是一国之君啊，为何置大清安危不顾啊？皇祖母，孙儿并没有置大清的安危于不顾。你明明已经是放虎归山了。皇祖母，朱仁义、朱信南、朱思轩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全才，若是能为我大清所用，那将是我大清之福。他若是不臣服呢？那朕就拔了他的牙，剪了他的爪。一只没了牙和爪的老虎，也就不足为虑了。他是前明的太子，只有收服了他，才能算真正的收服了人心。崴心绝落时，才算是真正坐稳了江山。真是深谋远虑呀！
皇祖母都不如你呀！这呆若木鸡散的药效总算是过去了。小师妹进宫都2个多时辰了，她和大师兄雪师姐怎么还没出来？不会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吧？不行，我去救他们。哎，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，这药效刚刚才过，至少还要过一会儿，我们才能行动自如呢。樊师姐，我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啊？我带小师妹私奔的事情，还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行吗？我其实刚才就是一时糊涂了。我现在已经看清楚小师妹对大师兄的情谊了，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胡思乱想了。放心吧，我也不想破坏你和大师兄之间的情分。再说，我和吴应奇的事情，你也一直在师父面前帮我说话，我心里也很感激。樊师姐别这么说，我们10姐弟从小一同长大，虽然不是亲姐弟，却胜似亲姐弟，彼此照应也是应该的。有人来了，大师兄。大师兄，雪师姐，小师妹，你们总算脱险了，刚刚把我和叶师弟都给急坏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离开这儿，上车再说吧。好。